這麼傷心呢？啊？继儿眼看就要9岁了，我不得不为继儿做些打算。张仪已经为芈月和公子季做了打算。芈月见张子，也是为了求张子一事。何事？求张子切切不要到朝堂上議論儲君之事。若一定要說，那就把繼兒剔除在外。公子季是生就的贤王之才，你是他娘亲，竟然视而不見。求张子帮芈月这個大忙。若是別的事，1000件我也應你了。但此事事關大秦的千秋霸業，豈是張儀一個人說了就了了？王後，芈八子來了。王後，讓他進來。是。王后，我有話要與王後說。說吧。我的繼兒絕不會與公子當爭儲位。你我已經如此，爭不爭已不相干了。我希望你我仍是姐妹，繼兒和當兒仍是兄弟。兩虎相爭，是不是姐妹兄弟又如何？我需要王後的幫助，讓繼兒分封出咸陽。什麼？讓繼兒去巴蜀，我們母子從此遠離秦宮。這不會是你的真心話？芈月此刻沒有比這話更真心的了。王后若是相信，就只管向大王進言。昨日聽說，那個魏夫人的侄女來了，是個絕色美人呢。魏夫人的侄女來的真是時候。這2日，宮裡流言雖多，但大部分還是跟分封有關。凡是流言，都有起因。人家都在想法子爭一把，你怎麼提都不提一下？定數全在大王手中。爭又有何用？只是大王見了我，從不提分封之事，這讓我有點忐忑。你是說，或許大王不肯把繼兒分封到巴蜀去？我是想說，或許大王根本就不想讓繼兒出宮。好顏色。大王說的是什麼？滑如桃李。深秋季節，菊花叢中卻開出桃李，是不是有些古怪？也說不定是世外仙書啊。若真是世外仙書，必不帶凡俗之氣，也不會落到寡人的花園裡來。小女子魏儀拜見大王。你不是秦國人，
我是魏国人，前2日才到咸陽，來看望我的姑母。你姑母，魏夫人？正是。你在此處做什麼？姑母一直有心口疼之症，聽說用這種黃花煮湯喝會有所緩解，所以才摘了一些。太醫院有的是治好的藥材，何須你親自來採摘？聽姑母說，姑母雖貴為夫人，但是人老珠黃不被看重，所以太醫院的藥材也不好再三取藥。人老珠黄？不會吧？人情冷暖，這也是常有的事啊。你倒是看得開。後宮就是這樣啊，攀高結貴的。不一定是這樣的。那會是什麼緣故呢？也許是因為華哥哥在大王的公子當中十分出眾，所以姑母遭人嫉恨。這話倒也有幾分道理。真話而已。時辰不早了，姑母該惦記了，儀兒告退。上面，再往上点。哎，对对，哎，你別撿了，快，你也打。對，就是那。哎，好。小孩，這枣甜嗎？問你話呢。啊，甜。那我能嘗嘗嗎？啊。真甜啊！哎，這棵樹上的枣啊，是宮裡頭最甜的了。你喜歡，多吃點。只有我知道，這宮裡頭啊，哪棵樹上的果子最好吃。那你告訴我這些樹在哪兒，我也去摘。我是魏夫人的侄女，要在宮中住好一陣子呢。還是我摘了，給你送過去吧。那就謝了，小孩。哎，我不是小孩，我叫迎通。寡人對魏夫人真的刻薄寡恩嗎？這小丫頭說話口無遮攔，大王不必往心裡去。論華兒在眾公子當中出眾，這話倒有幾分道理。華兒作為長子，甚為寡人喜愛，有軍功，有擔當。你說，他跟寡人提起魏夫人和華兒，是有心還是無意？能與大王如此巧遇，怕是有備而來。這麼說，他是特意在那裡等着寡人的。他是想為